葵芳村入伙啦！380尺單位間3房，每個房間都可以做嘅咁寬敞。推門進入，右手邊係一個倒頂獅字櫃，同鋁合金趟門形成一個間房。獅字櫃設計6大功能區間，常用鞋區、鞋櫃、抽屜、常用物品、雙面櫃、展示櫃。設計展示空間大，各個物品錯落有致，裡面設計好寬敞。設計咗地台床連書桌，床尾係間房獅字櫃，仲有一個雙面儲物位置，唔壓抑仲好實用。客廳仲有一個間房，採用獅字櫃同格柵間房，格柵又作為電視地櫃背景牆，令空間增加咗立體感。精心設計又有創意。間房裡面係女房，設計咗淺粉色嘅衣櫃配合淺黃色嘅床頭軟包，營造咗一個甜美嘅女房空間。衣櫃書桌一體嘅設計非常實用，衣櫃內部有足夠嘅儲物空間，書桌可以梳妝、學習，還可以充當床頭櫃。間房呢邊過去係主臥，主臥空間大啲，採用經典設計，倒頂衣櫃連油壓床，衣櫃靠近油壓床呢邊開口設計作為床頭櫃，設計巧妙，收納力 max， 同時營造咗一個舒適嘅睡眠環境。就連廚房都好寬敞，廚房左邊係一個雪櫃，右邊係一個洗衣機區域同洗菜區域，真係好實用。廚房係一個 L 型櫥櫃，分別係小廚電區域、炒菜區域、備菜同調料區，設計動線科學。炒菜區域都設計咗排氣孔，真係好實用。咁寬敞嘅公屋設計，你鍾唔鍾意呢？